来继续来看婚姻轮配洪天宫的北管班，甲布袋戏的大师廖昭堂来合作，演出一场北管教安客语布袋戏，会当感受到早期搬布袋戏热闹的气氛。北管演奏加上布袋戏演出，好真的乡亲真感动。 30年了后，我看到咱的北管主题班来到咱的布袋戏头前表演，所以足感动的。轮配洪天宫北管主题班甲布袋戏大师廖昭堂合作，做伙搬出北管客语布袋戏，这是头一摆共同演出。我五体佩服，搁再讲这位非常特殊所在就用客话。 将士布袋啊，即马60多年来第一遍的配合，第一遍的感受安尼。洪天宫北管主题班成立将近要4档啊，会当利用这个机会，用在地客语进行演出，嘛互因真感动。因嘛讲，这个演出的过程，互大家知影传统文化水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